2005年剩上尾2天，今仔日新闻世界通要带大家来看今年发生伫咧咱台湾这片土地大细项代志。年初时，台中新光三越发生假树爆炸意外，造成5个人死亡，这是台湾历来上严重的百货公司公安事故。除了公安，咱的国安问题，亲像台积电要伫美国增加投资，中国配偶发表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也是中国演练甲台湾包围起来。过川普宣布对顶关税了后，台股高一日就落超过2000点，这拢引起大家的关心。除了境外威胁以外，咱家己国内嘛是问题寥寥。无论是一大堆查甫艺人爆出闪做兵的争议，也是新北三峡有侪伙人塞车弄死4个人的事故，拢引起百姓不安。遵照咱的国造厂水南海群河，6月是总算进行头一摆海上测试，不过调野规工完价完袂煞，也是互民众看袂落，发起大罢免。只不过最后是拢总无通过。到下半年时，连续有风台扫来，造成灾情。上严重的就是花莲马太红溪崩山湖做大水，造成19个人死亡。后来阁爆出非洲猪瘟，台湾是暂时脱离3大猪病非疫区，民众嘛对咱的食安产生疑虑。也政府破发1万块，也阁有行政院无要附属在违法修正案，民众嘛有无同的看法。不过，大家上关心的也是前几日啦，台北发生随机杀人一案，造成4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所来各地跨年活动要安怎提升维安，就真做重要的问题。这一年来，台湾面对各种无同的风险甲挑战，如果是安怎经过来的？详细情形，带大家做伙来看咱的专题报道。12月19要暗的下班时间，台北捷运发生随机攻击，引起社会关注，造成包含嫌犯在内计共4人死亡。回顾起来，台湾今年无啥物兵争。今年2月，台中新光三越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今年200多天的停业，算是目前台湾历史上上严重的百货公安事故。气爆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广哈，那有路人也受到了波及，造成欧卡，所以这个附近呢，我们都进行管制。5月份，三峡北大国校外口发生严重车祸，78岁驾驶驶真紧，从红灯去弄到学生甲家长，造成包含驾驶在内4人死亡，16人受伤。加上一寡个人驾驶出车祸的事件，也致使交通部修改规定，自明年5月份开始，个人换照的年岁对75岁降到70岁。未来要换照的70岁以上的这个高龄驾驶，我们希望都能够做到认知功能的检验。天灾部分，今年7月受到丹那斯风台、威帕风台，甲7月2日西洋气流影响，中南部透风落雨，风灾造成超过6万户的客家厝受损。台南甚至阁有连续7天的停班停课。南部救灾也未完全结束，9月23，花莲马太红溪崩山湖溢出来，造成更较严重的灾情和伤亡。脚不见了。交掉了，交掉了！因为江湖乡有人无及时撤离，造成这场灾难有19人死亡，5人失踪，157人受伤。中央地方同齐救灾，国军也在第一时间动员。只要民众愿意，国军可以进入屋内协助大家搬离大件的家具，也可以做清理的工作。严重的灾情也激出台湾人的爱心。拿到了，我们就准备移动了。灾区试工超过45万人次，真侪沙挑超人拢投入救灾，也靠民众的力量，互花莲灾区20天左右就恢复一般的生活。毋但是天灾人祸、治安问题，也互台湾的民众心惊惊。10月份，台中逼出头一站的非洲猪瘟，也互台湾守护这档的防疫出现破口。昨天，农业部的兽医所接获了由台中市动保处采自台中无期的一个畜牧场的一个病史。这站事件也致使农业部宣布，对2007年开始，台湾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谢谢大家。
啊，那政治的部分，大罢免算是今年的大代志。7月2日进行第一波的投票，8月23第二波投票。31个国民党立委，阁有新竹市长高虹安拢无通过。虽然罢免结束，但是政治上的对立并无结束，颠倒愈来愈热辣。混乱的政治局势，定着会继续出现伫咧2026年。记者李亚轩、王志光台北报道。